亲爱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要带各位到一个不管是具体的知识容量，或是抽象的知识容量都非常丰沛的地方。那这地方在哪里呢？在盐城。我们有一位文人史威格讲过说：“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往咖啡馆的路上。”在我们台南爱读册呢，我们把它改了台词，这个台词更受用了，那就是我不在家，就在图书馆；不在图书馆，就在往图书馆的路上。那您知道我们今天到哪一个有特色图书馆吗？您猜对了，盐城图书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共空间，甚至于它就是一个公共艺术。我们今天呢，要请我们的负责人就是彭志伟，这位帅哥来给我们做介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志伟啊，我看到这个图书馆的本身的外观，真的简直像是一个艺术耶。这是一个蔡宜章建筑师所设计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对不对？对。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好的，我们图书馆是于2015年12月19号启用的。那这个图书馆，它如各位观众看到，它是非常有特色。那它结合的是知识的结晶，还有书本的概念。所以再加上盐城的在地意象，所以会看到它由一格一格的像书本造型去堆叠出来的外观。所以你远远一看的时候，真的很像一本书呢堆在一个整个建筑物的一个立体里面。对，其实这个图书馆很特色，因为大家后来很喜欢来打卡的原因，不仅是里面咯，外面也是。因为我知道它还有一个公共艺术非常有名，对不对？对，那个公共艺术是由焦胜伟和吕布人老师他们设计的。那它的名字是一起飞翔吧孩子。那它的概念就是呢，透过家长带领的小孩，他有一个推举的动作，那就是希望带着小孩在知识海里面飞翔这样子。所以呢，让书本的阅读打开之后，阅读就是一个飞翔的梦，也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完全实现，对不对？那我在想，您可不可以带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在里面打卡，所以里面也是个公共艺术了。是，好，那我们请。好。哇，志伟，你看这个空间一进来的感觉，就感觉很有艺术感，而且真的很温暖耶。那这个设计师是怎么设计这个空间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设计师希望带给市民是一种来到自己的大书房的概念，所以他进来以后就有一个高挑的大厅设计。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行道图书的大书墙，还有就是舒适的阅读区，希望可以给民众一个舒服的感觉，就好像在自己家阅读的感觉。你看有书柜，有沙发，真的感觉很像客厅，还有头顶上一个很美丽的灯呢。对，这个灯也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灯是我们去年的时候由工研院来设计规划的，那它是采 OLED 一个节能的灯具的概念去设计。所以它可以每天定时的这样一闪一闪的，让人觉得来到盐城图书馆真的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了，对不对？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要跟各位观众介绍，就是我们大阶梯。这是你们很多人喜欢打卡的地方，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来走走看吧。哇，坐在这里感觉其实真的很舒适耶，可以让你乐以忘忧耶。是的。那我们大家来到就是我们著名的大阶梯。那盐城图书馆这个大阶梯是建筑师特别规划，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从1楼到3楼，一个非常舒适的休闲阅读区。那我们图书馆也准备了就是休闲的漫画，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读者可以轻松的在这里阅读。对。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光线非常的明亮，这是因为设计师特别规划了许多的窗，让光线可以打入图书馆，所以走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窗景。对，然后都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特色。你今天心情好，我们在3楼；那心情不好，我们可以在2楼。各方面可以搭配你的心情，选一个适合你的角落去阅读。所以旁边都还给你放一个沙发，让你可以慢慢的看风景。那我相信在图书馆中也会有很多的好讲座，让市民来参与咯。对，我们除了优质的环境，我们当然要搭配优质的活动咯。所以我们这边会准备了每年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微光讲堂，还有就是会有科普的活动。那我们科普活动也是跟学校在地的学校合作去举办亲子共学，去学习 DIY， 去了解科普的知识。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一个盐城图书馆，它不仅是一个公共的艺术，
而且呢，它还以科普为导向，那提供所有市民呢，今天来到这里之后，你可以做非常广度而且丰富的阅读。这么好的图书馆，如果您不来，那可就可惜了。欢迎您常常来盐城图书馆。谢谢志伟，谢谢老师。带来我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又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很特别，因为我们的主题呢是亲子阅读。炎炎的夏日将至，暑假来了，很多家长很开心，因为孩子在您身边。可是很多家长呢更担心，这样漫长的暑假，我该让他读什么？我该给他参加什么夏令营，才能让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呢？所以呢，我们了解家长的忧心以及家长的期待，因此今天我们特别制作的这个节目叫做亲子阅读，让我们一起来做阅读的旅行。希望呢这个节目给你很好的建议，也提供你暑假其实可以呢带着孩子阅读的方向。今天我们呢的主题既然是亲子阅读，所以我邀请了2位非常特别的贵宾。第一位呢是从基隆来的基隆教育处的后用校长，也是课程督学严安秀严校长。老师好，各位大家好。那我看到严安秀那一年，她是在台南女中，那年她16岁，从16岁走到现在，很漫长的历程。其实安秀一直没有放弃阅读，也没有放弃写作，所以目前呢，她也是亲子天下，还有呢未来 Family 她的严选作家。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用它来诠释所谓的阅读这段路，其实很漫长的，但是也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可以给我们今天做很好的参考。那安秀呢，特别带来她的女儿，也是从基隆来的，她是小学3年级的很可爱的小朋友陈其君，陈其君小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这一对的母女加上一个老师，我们3个正好是老中青3代。一定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的建议。因为安秀是我的学生哦，以下开始不称校长，就叫安秀。那其实安秀，我觉得一直很好奇一点是哈，我常常讲一句话说，在咱们路中哈，老师不搞，伊那就搞的啦。所以因此呢，学生这一路走出去，真的走出了天宽地阔，属于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历程。可是这个历程中，不论行政多么辛苦，当妈妈多么样的辛苦。那我觉得你一直都没有放弃阅读，也没有放弃写作，真的是老师刚刚就钦佩了哈。所以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在高中时期哈，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阅读，到现在为止，你怎么样回头去看这段20几年的历程呢？是在台南女中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影响我这一生阅读写作最重要的人汪美霞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就老师有在教我们一些阅读方法，那我就永远记到现在。就是说，老师说阅读可以从2个脉络去下手，一个是以作者为主，是啊，是，然后就是深化这个作者他的生平、他的各项时期的他的艺术表现或文学表现，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主题式的读，好，就这个主题，那触类旁通，然后收集各家资源，然后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系统。那我觉得老师当时的这样子教育我们啊，真是一生受用。然后也作为，甚至后来做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很好的启发。所以您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也用这一套，从16岁老师教你打到现在，可以用一辈子。其实呢，我对阅读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阅读要有结构性。是结构性最简单就是你把这个作者读懂嘛，所以就读他很多本书。第二个，你把主题会了嘛，所以我觉得对很多家长来讲，我们都很希望给孩子很多的阅读。可是我觉得阅读不是抓到一本就是一本，它必须要有结构性的，在不同的阶段中做最好的阅读的建议。是，所以如果假设这样看来的话，你一直那么喜欢阅读，也结构性的阅读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待阅读这件事情啊？阅读应该是他原本应该是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历程啊。那假设有行有余力，或者是有那个机缘的话，我觉得可以扩散到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这样子我自己的阅读生命才能延续下去。所以阅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put in 哈，但是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南女中的时候，我是个不打商量老师，我叫学生写非常多的作文，学生每次都哀鸿遍野。我跟学生说，你哀鸿遍野哦，我出一个题目呢，你们每个人写一篇，我要改40几篇呢。可是我认为一个最好的作文就是 just do it， 写就是了。所以呢 ，put out 是很重要。因此呢，我当时呢就发现严安秀很勇敢哦，参加了校刊社。校刊社永远在 put out 在写作，对不对？所以呢，您当时在校刊社的时候，你觉得校刊社当时的写作好像对你来讲有一个绝对性的影响嘛？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你那个时候是校刊社的文编，对不对？是，对，那时候就进入校刊社。那校刊社的指导老师也是美霞老师嘛。然后那时候校刊社里面有一群非常可爱，然后也非常照顾我的学姐。来看一下，哇，这个呢是我今天呢这个出其不意的送给尹安秀一个很特别礼物。各位知道吗？这一本呢是校刊社的所有的成员呢，他们常常呢会在下课的时间里头就到里面去留画。那留的画呢，在这里面呢，把自己的心情呢就做了一个写照。我一直很鼓励他们这样做，而且我帮他们做了一本这样的线装书，因为我觉得你来了这边写了，就是每天一段一段的作文，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当时呢，他们就不断在这上面呢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话。其实我还可以给各位看一看，对不起啊，严安秀，当年呢，严安秀在这边留的话，我念一段给各位看看，这20几年来的心情有没有做改变哈？他这样写，他说：“学妹如我，学姐我可以写吗？来不及了，我已经写了。老师把这本书放在我手上的时候说：‘静婷有话给你，你要看一看咯。’我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看完后呢，所有快乐的心情，不管真实也好，假装也好，全都不见了。因为我在想，我在蜕变吗？我不知道。可是不管经过后来有多少时日，我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我最初曾经固执的一切。”我很喜欢孩子在他的高中时候能够折扇固执，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呢，这个校刊社，我相信多多少少学姐啦，她的共同的切磋琢磨，也应该给你一个很多这样折扇固执的养分的吧？是，就编辑刊物这件事啊，就从小就很仰慕这件事。那我觉得高中也因缘际会进入了校刊社，然后老师指导、学姐的照顾，那我觉得这个会成为我后来的基础。在大学的时候，还是持续有在做编辑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是担任校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部长，或者是甚至到基隆，25岁的时候就担任全基隆是最年轻的主编，编教育刊物。那我觉得都是在16、17岁那个时候，校刊社给我建立的基础。不管是写或编，更重要的是人际调和的能力。对，其实我还一直很喜欢校刊社目前我们那些的成员到现在的联络，因为我觉得你才加入一个团体，你不仅是在编辑是个事业，你也可能是把你的心还有把你所有温暖的感受全部加在这里，所以因此它是一个陪伴成长很重要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其实我16岁看到尹安秀，事实上我应该这样子说，就已经非常精彩。我相信来自于你父亲对你们的教导，因为我知道你的哥哥也是在基隆担任教务主任非常多年哈，爸爸很优秀，教出这2个好孩子。那当然呢，也有妈妈很温暖的一个陪伴。所以我想请你也谈一谈说，在你这样子整个一个阅读的历程跟写作历程中，你觉得家庭本身给你的养分是什么？那如果说美霞老师是我阅读写作上最重要的引路人，那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就是启蒙我跟让我发芽的园丁啊。那我的父母其实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智慧跟远见。他们在我跟哥哥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大量的帮我们买书，提供阅读。对，提供阅读。我如果没有记错，你好像曾经告诉过我，妈妈甚至还带你去图书馆啊。对。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很温馨哎。对。就妈妈学校会发书单，然后爸爸妈妈会勾。那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我跟哥哥领到书，捧了很多书回家。那个下午，我觉得我自己好富有，我拥有这么多书，然后就觉得自己生在这个家庭，父母很重视阅读，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是一个推动摇篮的手，而且甚至也是所有阅读，你不管走了多么样的澎湃，走了多么样的路程多长，我觉得加那个推动摇篮的手对阅读的奠基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在想，每个家里面不管怎样，妈妈跟爸爸都还在练习拿起一本书，而且还像安秀的爸爸妈妈一样，带着他们去图书馆也办一个借书证。你有做到吗？
那个时候，老实说，现在之前，小时候要啊，小时候每个礼拜六下午，妈妈就会牵着我，然后我们会来回换4班公车，就是为了要去图书馆借书。那我印象好深刻，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就这个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很多小抽屉，对，那个拉开来都是一张一张的书卡，是。那我们要去柜台拿那个登记纸，然后很慎重的把那个书卡，上面的资料誊下来，再交给图书馆员，他就会下去书库里面把书调出来，所以每一本取得的书都很珍贵，所以那时候就算小4小5不太懂，还是很认真的把中国章回小说看了一遍，因为这是很珍贵才能借来的书，然后当中有妈妈带着我跟哥哥去借书那个记忆。所以说来了，我应该在那一年的时候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这么好的养分，所以老师在 Q 的几天喝海鲜啊。那所以我就很好奇，想问问启君，那你对图书馆这3个字，你的感觉跟印象是什么？我觉得是免费的书店。哇，这么好哦！免费的书店，说也是哎，你来到图书馆不用付钱，然后你可以借很多的书去，对不对？那你呢，有到过台南市立图书馆吗？有去过一次。什么时候去的？去做什么？去办借书证。真的吗？为什么去办借书证？就是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个讯息啊，就是今年是图书馆开馆100年嘛。哦，对对对，今年迈向101年。然后哇，这一张这是最近已经夯到不行，然后好像新作已经卖到绝版了啊。那老师因为很疼这个学生，所以送了学生1张。然后学生觉得这份爱要传承下去，就带着女儿去办1张。哦，真的哦。哎，所以启君你去那个台南市立图书馆自己亲自去办了这个，对不对？妈妈带我去的。自己带你去，然后你对台南市立图书馆的印象是什么呢？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在里面有看到它有一些藏书吗？这个是没有。书。然后你这张的卡片，妈妈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卡片上的这个地图的里面的那个建筑物是什么？台南市立图书馆吗？对，它是以前100年的纪念的时候的过程中最漂亮的一栋，现在已经不见了。可是因为图书馆把它印下来之后，你拿这样可以跟很多人炫哦。你看，我有台南市立图书馆100年的纪念嘞，就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对台南市立图书馆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以前去过图书馆的。对，然后是自己去？没有，是阿妈带她去的。哦，真的哦。所以呢，对她来讲，其实阿妈带她去图书馆的记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对不对？那你有去过别的地方的图书馆吗？除了台湾的台南市立图书馆之外？有去过日本的五熊北九州的五熊图书馆。五熊是非常漂亮一个图书馆耶，嘿，你去那里做什么？就是因为妈妈有兴趣，所以就带我去看看。哦，真的吗？那你去那边看到什么东西？有一些文具和很多的日本书，但是大家都看不懂。所以就是日本的它的藏书很多，它的文具其实都很有文创感，对不对？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呀？五熊图书馆买的很昂贵的自动笔。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会挑那个笔？因为在那里面看到。真的哦，你喜欢这个橘色，对不对？所以橘色感觉很像台南的凤凰花，所以呢，难怪很有台南的英子这种感觉。那所以呢，其实我很好奇是说，看来哈，其实这个孩子第一个会先定义说，图书馆就是免费的书店，所以他一定很喜欢逛书店，是不是？非常。你第一次在书店看到他阅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时候齐君堂1岁多吧，开始会走，我们就带他去书店了。对。然后刚开始孩子就摇摇晃晃，但是他会去摸那个书。是。那我觉得看在母亲的心里很感动。对。就觉得，这一生我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会让我的孩子留下很好的学习。所以你就把最好的阅读价值就放到启君的身上，成为他写意的一部分了哈。是。那启君老师想问你哈，你这一辈子第一次拿起阅读的那一本书，你是什么？神奇树。你给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一套是妈妈强力推荐的。所以这一套书是很特别。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一套书呢？就是妈妈强力推荐。真的哦。然后去学校帮我借。所以神奇书屋里面在讲什么？就是一对兄妹靠着一个神奇的树屋穿梭到不同的时空，像例如第一本就是穿梭到恐龙时代，然后还有古罗马之类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一本书，是不是可以让你就走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古罗马的现场，然后呢去穿梭到一个古代？你觉得古代的感觉好不好玩？有点新奇。有点新奇就对了，是不是？所以这本书让你来讲，你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咯。对，那所以其实神奇书，我想也可以让很多，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去看。对对那艾秀他大概几年级的时候看这本书啊？我们让小朋友自己讲，你觉得他可以推荐给？对，可以推荐给1、2年级吧。1、2年级小朋友。那我们现在奇君已经3年级了，请问3年级的小朋友，你要推荐哪一本书给我们今天所有台湾爱读册的朋友呢？失魂，就这一本《失魂》，对不对？为什么你喜欢推荐这本《失魂》？我现在讲一下哈，因为我有在帮我们这个未来 Family 写了那个国教署的推荐的好书，跟安秀一起在努力的。那这个《失魂》我已经写完，所以发现天哪，这本书竟然是你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你也太强大了！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这也是妈妈强力推荐，然后我才看到这一套。真的哈，那你看这一套里面有很多本，你最喜欢这一本是不是？为什么？不一定是喜欢那一本，很多我都很喜欢。很多你很喜欢。那一套也只有3本，我喜欢1、2本。真的哈，那《失魂》里面哈，它其实介绍了很多唐诗，对不对？那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做柳宗元，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很有意思了。其实《诗魂》这本书它最有意义就是教小朋友如果进入诗境哈，千香兰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然后真的是进入到江雪情境之后，他就回到了一个古代，就会让你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老师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女生哦，有西王母，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喜莲。还有嫦娥，你喜欢哪一个人？喜莲或为什么喜莲？因为她很纯真可爱。哦，是哦，感觉这很有意思。那这里面他总共用了好像是5首诗，对不对？找到了失魂，把失魂给找回来。所以你觉得柳宗元靠什么能力可以把失魂找回来？他的善良吧，因为如果他一开始没有想要去帮那个老姜，他也不会去找魂器。哦，了解，真的，我觉得读的这本书，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国教署的这个100本好书里头的其中的一本，要教孩子学唐诗，这是很好。而且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孩子能够进入诗的美感里头，他就能够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丰富的想象。更重要的是，柳宗元借着毅力，借着他很多东西的勇敢，最后呢，终于把失魂给找回来。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那我想问一问严安修校长，那您有没有推荐我们的读者一本好的书呢？我觉得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得到幸福，对。但是孩子得到幸福，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外界的感官上的享受很快就过去了。对。真正要让孩子得到幸福，是要让他在心流里面，心流里面有一种他自我实现的快乐。那我觉得这本书《心流》写得很好，它是很大部头、很经典的心理学著作。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给爸爸妈妈的建议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这边的观点啊，就说第一个家庭是很好的让孩子建构心流经验的一个场所。对，因为父母的支持，然后父母的同理，跟父母让孩子没有恐惧的前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可以给孩子的力量。对，那孩子本身呢，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找到目标，他心无旁骛，他可以过行云流水的生活。那我觉得那个高峰经验就进入他的心流，他这一辈子就会感到幸福。我刚开始看到您推荐的这本《心流》，我在想说，哇塞，你看这么厚的一本书，叫家长怎么读得完？后来我发现呢，其实你真的去品读它的时候，你发现这本书真的很值得推荐，尤其是对我们即将迎接小朋友呢，他慢慢在成长的过程，甚至也是说你必须要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家长。心流里面有讲到，比如说他讲人如何重新诠释幸福，它里面说掌控意识便可以影响人生的品质。能够掌握自我意识人也会比较快乐。我觉得借着阅读呢，教我们小孩子自我意识的强大，或许是让小孩子呢面对生活中许多的困境里面，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依据。那里面他又讲到是说，这个改善生活品质有2个策略，一个是改善外在环境，其实很难呐哈，你根本很想回台南，也真的只能待在基隆就这样子。但是呢，你只能常常回来台南晒晒太阳。可是另外一个是改变我们体验外在环境的方式。是。
所以我想这本书很值得给各位推荐，是它告诉我们家长，我觉得阅读的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能量。对，而我们今天在很年轻的时候呢，种下一个阅读的种子，然后来教小孩怎么去做阅读。以后呢，不管我们说人生不如的事情十常八九，可能对很多孩子来讲，我们不能够给他完完全全一个无尘害，而且完完全全没有受到挫折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今天强化自我意识的心流，让我们的孩子也成为阅读强大，而且自我意识强大，而且生活能够找到快乐幸福的人。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严安策校长为我们推荐这一本好书。谢谢严校长，谢谢老师。那我也谢谢这个小奇君，哇，你今天讲的诗魂，我们一定叫很多爸爸妈妈都带他来看。那我记得哈，你应该也有你自己的粉丝页，对不对？好，他们读完之后，我们会在台南爱塔才告诉他们要去上面留言给陈奇君。好，谢谢你们，谢谢两位。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